小孩那时候刚生孩子，最重要的抱小宝宝要注意颈部，不要把颈子伤到一下。你们这件事跟小朋友互动是不是要特别注意？是，特别我因为从小我也帮助万水一起照顾我的小孩那时候刚生孩子，最重要的抱小宝宝要注意颈部，不要把颈子伤到，一下子一抖的话，对小孩子是有非常大的危害。第二个，小孩子要小心他吐奶是不是？所以抱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吐奶的时候会呛到。像这些不要讲，说北北以前也抱过小孩，也照顾过，也帮助这个很多的这个育婴的一些小小经验，提供所有的参考。谢谢。希望所有来到高雄参加挺韩大游行的好朋友，参加完游行之后，来好好逛逛街，吃好吃的东西，感受一下高雄美丽的风景，感受一下高雄市民热情。我们希望一切充满了欢乐。谢谢大家，今天来了太多人到高雄，再一次以高雄市长身份感谢大家，也欢迎大家。各位好朋友，跟各位报告一个消息，刚刚国安单位基于国安考量这么多的人，还有旁边高楼大厦的国安维安问题，所以他们会请市长请我们韩总统直接在微笑公园那边等大家，好不好？那你怎么看这一次大游行呢？我们跟罢韩之间空拍图有显著的人数差异，这件事显然多许多，而且是和平落幕。我非常感谢高雄市民，非常感谢来自全台湾海内外所有的乡亲来到高雄参加我们高雄光荣这个游行。谢谢大家对韩国瑜以及高雄市团队以及对高雄市民朋友的肯定。希望所有来到高雄参加挺韩大游行的好朋友，参加完游行之后，来好好逛逛街，吃好吃的东西，感受一下高雄美丽的风景，感受一下高雄市民热情。我们希望一切充满了欢乐。谢谢大家，今天来了太多人到高雄，再一次以高雄市长身份感谢大家，也欢迎大家。大家最关心的说，为什么因为维安，所以说今天没有特别在蔡总统当中选情稳会做重视吗？我想每一次到了选举各种谣言、各种猜测、各种情资都是满天飞。我对台湾警察以及所有相关的治安维护人员，我有信心。我觉得他们都已经很成熟。我对台湾的民主政治也很有信心。台湾人民用最民主的方式来决定下一任总统是谁，所以我对安全这一块，我个人不会太担心。有什么说因为维安然后最后没有出席，我比较遗憾。今天是为了人实在是太多人过来，所以我们的整个幕僚人员认为很担心群众会互相之间会有挤压或者推或者拥挤等等，会造成群众的安全上的问题，非常的担心。所以希望我能够在微笑公园终点站跟大家讲话，来维护整个游行这样子一个安全。所以最后我们接受了，我们怕会有危险，是指群众太多，是在整个大爆满，所有的街全部都是满的，大家可以看得到，好吧？我们好像在30万，好像有30万对决这个。谢谢。